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7，诗篇91篇16节安尼讲：我要使伊长岁寿，予伊满足，予伊看见我的救恩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看见你的救恩来满足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做悬。你是阮的天父，阮要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对古早就已经定着的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坚固的招牌，你要保护阮免受一切灾害，因为阮要美伫你的十股下，通得安稳徛在。主啊，阮的日子亲像一巴掌，阮一生的年岁，伫你的面前亲像无。逐人的打拼，到尾也拢是空空。主啊，求你使阮长岁寿，予阮满足，予阮看见你的救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